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5年6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又一家房地产上下游的企业这个应该是家装行业资金链断裂，也就是暴雷。它的名字叫住范儿。这个因为楼市低迷房企暴雷，导致这个雷声还在继续坚持不下去的企业越来越多根据这个乐居财经报道他说深夜一记惊雷，6月3日过了晚上9点，住范儿的公众号正式发出一封公开信，算是对最近市场上关于各种其经营状况的传言进行了一个公开说明和总结。说开篇住范儿直言，当前正处于一段艰难时期，资金遇到挑战，装修和团购订单无法正常履约，尚处于局势未明的阶段。也就是说你交了钱的，我也提供不了服务了，因为资金链断裂，也退不了款现在怎么办也不知道，叫局势未明。这个算是证实了近期的爆料。不少公开报道披露家装平台黑马住范儿上海公司已人去楼空，而消费者平台上则有更多的消费者发声，表示其参加住范儿的家电团购，但现在住范儿破产倒闭，商城无客服，申请退款一直没有进展。另有报道表示北京住范儿停工群和上海的停工群，每个群都有超过100人，群内多数成员都表示家中装修工地目前已经停工，涉及装修户数多达数百家，其中有群成员已经付款50万，大部分成员则称其已付装修款项在几万到十几万元区间内，涉及的装修款项总额达惊人的数目。5月28日，住范儿创始人 CEO 现身北京住范儿超级家居mall，试图与业主、供应商、工长们沟通协商解决方案。住范儿方面还承诺会去跟装修协会沟通，并在6月3日给出一个方案。但6月3日晚间，住范儿表示6月3日举办的发布会因参加企业尚未全部确认，将延迟召开，后续进展将在官方第一时间公布。最后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又一家企业暴雷大量的消费者叫欲哭无泪根据北京商报的报道说这个现金流掉了1亿元，住范儿回应暴雷，创始人称不会跑路。这个住范儿创始人兼 CEO 刘某表示6月2日已主动向警方提交了护照、港澳通行证等，强调无跑路意愿。这个刘某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资金链确实是断裂了，现金流掉了1亿元，但是不代表这800多个工地没人管。实际上住范儿虽然不能给员工正常发工资，但是仍然有很多员工愿意继续服务业主。同时他还表示，鼓励业主直接和商家、工长进行交易。对于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刘某表示我们有一个团购业务，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卖家具家电。我们原来的模式是拉着几千人一起买，可以买得更便宜，我们可能赚个100块钱的差价，这其实是很不赚钱的一个生意。但是随着京东、天猫这样的大平台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子公司，商品价格一下优惠很多，我们的团购优势就荡然无存了。本来一个月有4-5千万元的现金进账，但是突然之间就变成零和负的，因为之前的客户还要求退款，我们现金掉了1个亿。这件事情直接导致我们资金链断裂。此外，刘某还声称尝试了很多种融资途径，其本人也从银行、家里和朋友公司借钱，是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已投入了1000多万元，但是确实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庞氏骗局导致这个资金链断裂嘛。他扯什么现金流掉1个亿，那1个亿掉哪儿去了？也就是说，用户消费者把钱给你了，你拿着这些钱去跟人家谈集采，便宜，对吧？价格便宜的，然后他们从中能赚100块钱一个差价。那按道理他的理由是京东，对吧？这电商平台他们内卷，所以价格战打的他没有优势，没关系你把钱跟人退回去还不是这钱被他花掉了嘛，对吧？无非的就是讲了个故事对吧？这几千人一起买电视机能便宜，大家把钱给他了，然后他把这钱不就是一个资金池吗？这个钱他并没有拿去买电视机他挪用了，没了人家要退钱，对吧？电视机又不买了，本来他靠这个后面的人交钱，对吧？把前面的钱退了，现在后面人不交钱了，不就这么简单吗？盲目扩张
商，对吧？把那些沉淀的资金全花掉了。一方面也说明啊，这个内卷加剧。你说买个电视机，买个电冰箱，还要集采，还要跟这些人拼团，都什么年代了，对吧？这些电商平台他们都有国补啊。这个业务对住房儿来说不赚钱，但是赚现金流啊，他靠这个把大家钱搞来，他来使用，所以现金流掉1个亿，马上就断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啊，所有的暴雷啊，那故事重复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把人家的钱花了，没给人家办事，人家要退款，暴雷。据媒体报道啊，近期北京、上海多名装修业主反映，其选择的整装平台住房儿疑似出现状况，导致家中工地停工。在多个社交平台的住房儿客户群里，许多客户都声称其装修工程集体停工，已付款却面临烂尾风险。6月1日下午，有媒体记者来到住房儿上海公司所在地，发现公司大门被木板封得严严实实。守在门口的保安指着木板人的通知对记者说啊，也省得你报警了，直接打派出所电话吧，派出所电话直接贴在上面。他告诉记者，这2天啊，就是端午节放假，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来。放假前每天都要来180号人，有业主也有材料商、供应商，欠供应商的钱更多，有的被欠了几百万，这钱欠哪儿去了呢？不就是花掉了吗？据红星资本局报道，5月之后，住房儿曾提出排队退费计划，每日的退款额度为10万元。有消费者表示啊，其排队的位次接近3万名。这什么意思啊？我这3万名的话，那有这么多受害者吗？我想起了以前那个 ofo 啊，那小黄车暴雷，大家退押金啊，好像我有印象啊，据说退押金要退到100年以后。但排队退费计划也面临再度失约的可能性。多名消费者表示啊，自5月19日开始，自己的排队位次至今没有移动过，也是排队不见动静，前面不见人少。负责联系消费者的住房儿退款专员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无钱可退，称消费者可以去门店搬东西，用以抵扣退款金额。公开资料显示，住房儿所属公司为北京水木优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家居建材新零售服务商，于2015年10月成立，总部设立于北京，业务覆盖全国，同时在上海、成都设立分公司。融资方面，到2024年3月，住房儿融资金额已达到3.21亿元。被资本看好的住房儿曾一度被业内称为家居行业新生代黑马代表，但这家由4位清华大学工科男创立的家装企业，宣称有1000万粉丝，却在创立的第10个年头，让众多装修业主、供应商维权无门啊，雷声不断。但是暴雷的故事啊，千篇一律，这个直接受楼市低迷啊、房地产低迷影响，家装行业、家居行业是不是都在暴雷啊？那红星美凯龙好像在破产重整，居然之家也是这个叫问题缠身呢啊！如果现在的楼市还像对吧7、8年前那么火，那住房儿还不会倒闭，对吧？也照样大量的人往里交钱，找他装修，给他先付钱，然后那边他欠供应商的钱，这不一个自行车又出来了吗？游戏还可以继续下去。正因为楼市低迷，对吧？房地产不行了，房子卖不动啊，没人装修，即便有的人买了房子，他装修也勒紧裤腰带，不找这种整装公司啊，对吧？自己随便弄弄，省点是点。所以这个家装这个市场也是急剧的萎缩啊，对吧？这个和那个中小学生那个青少年兴趣培训班，对吧？这个什么篮球班、足球班是一个道理啊，篮球培训、足球培训也是暴雷。实际上这个就告诉我们啊，以后你要消费的话小心，你要装修的话最好自己把钱掌握在自己手上，找个靠谱的工程队啊。你找这些家装公司，你把钱一交，保不齐他就暴雷。你现在不知道哪间公司会暴雷啊，所以你把钱交给谁都不靠谱啊。贝壳财经报道啊，说1至5月仅一家房企销售超1000亿。近日，中指研究院、克尔瑞、易汉智库等机构陆续发布2025年前5月百强房企销售业绩榜单。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1到5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14436亿元，同比下降10.8%。从房企排位看，保利发展以1161亿元继续领跑，同时也成为今年以来首个销售额破1000亿的房企。绿城中国、中海地产分列其后，暂居第2、第3位。还记得中海地产在南京对吧，3个项目打6折销售啊，也就是你看他排第3位，他这么焦虑，拼命的出库存，就从这个就知道啊，这即便他是排名靠前啊，这些房企也不轻松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这个说暴雷也就暴雷啊，所以他就玩命的打折卖啊。
它一打折，你看它销售额就上去了，排第3。同样是科尔瑞的数据显示啊，从债务到期情况来看，2024年房企债到期规模4828亿元，2025年债务到期更是达到5257亿元，也就是25年啊，这个房企到期的债比24年还要多400多亿，也就是这个25年房企的日子啊，它的债对吧，要还的更多，但是房子是卖的更少。要这么一算的话，那就是出的期啊，对吧，比进来的期那多得多，或者只有出的期没有进的期，那就是送的 ICU 病房也够呛，所以又不知道有多少房企要爆雷啊。说鉴于今年认识房企债务集中到期的时间点，预计房企化债工作在2025年将进一步提速啊。房企化债怎么化？那只能把他手上房子卖掉啊，去库存呢，对吧？销售回款呢，那这个都是全部仰仗啊这个韭菜。我们再看啊，这个深圳乐居的他公布了一个数字啊，他说房地产行业毛利率下降至10%。据科尔瑞研究中心对50家上市房企2024年财报数据的整理，2024年行业典型上市房企整体营收与利润出现双降，也就是你营收下降，大家都理解，房子不好卖嘛，利润也出现了下降啊。2024年行业典型上市房企整体毛利率为10%，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也就是这个50家上市公司啊，毛利率只有10%，比去年下降2个百分点。目前盈利难已成为房地产行业普遍现象。那你就根据这个上市房企的这个数字啊，卖房子难，然后房子卖掉了，它也赚钱也难，利润更低了。完了，今年债务到期它多，这就是3重打击，所以今年恐怕又有不少房企要倒下。我们再看看深圳的楼市啊，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信息啊，说深圳5月二手房录得量依然维持5000套以上水平。6月3日，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2025年5月深圳楼市小结，根据深房中协统计，2025年5月全市二手房录得5727套，环比下降13%，同比增长17.6%。5月二手房录得量虽呈下滑走势，但从绝对值看，单月仍超5000套，在传统淡季月份保持较好的市场行情。说5月全市预售新房共成交2209套，环比下降22%。同比下降7%，其中住宅成交2054套，环比下降21%，同比增长2.2%。这是深圳楼市的情况啊。实际上呢，我们再看一个深圳楼市的纠纷呢，你就知道深圳楼市真正的情况。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啊，我看那个澎湃新闻也报道啊，说购房者称认购商品房不到1年，同户型降200多万。澎湃新闻报道啊，他说这个近日来自广东的廖先生反映称，他于2024年5月啊，就是去年这个时候认购了深圳市南山区赤湾汇广场啊，现在名字叫南山1978半岛什么27啊，53楼的一套商品房，认购总价为1354万元。这个确实啊，这才叫勇士啊，对吧？这才叫为国接盘，这个才叫唱多，那人家就去买呀，对吧？这就不仅是唱多，是做多啊。但是后面出状况了啊，好戏对吧？不长，好景不长啊。1354万元买的，今年2月开发商下调了该楼盘部分房源的备案价，导致廖先生认购还不到1年的房子，相比降价房源多出了近300万元的差价。购房时他们承诺楼盘后续再降价，前期认购者可以享受，但现在又拒绝我们调价要求。廖先生称啊，协商未果后自己拒绝继续支付首付款，但开发商以认购书约定为由，称扣除他已支付的20万元定金。对此，记者曾多次联系涉事楼盘销售经理何某，均未获回应。6月2日，该楼盘销售人员称，廖先生认购的房子已经为他们办理了退房退款，目前此事已经解决，但廖先生称啊，仍未收到退款，自己也在催促开发商，这个有点不体面了啊！你看好房价，那你买了你闹什么呢？涨了你会给开发商退钱吗？如果房价涨了，你会给开发商补款吗？跌了你就让开发商给你补差价，对吧？你真正的啊，唱多做多值得称赞，但是啊，这叫愿赌服输啊，风险自担呐。这开发商啊还算可以，据说给他把房子退了，如果不退的话，他也没批价，你就打官司，那就变成个民事纠纷。即便有开发商承诺啊，他只要咱们购房合同里没写这一条，
都没用啊，那承诺都是无效啊，对吧？一个项目1年时间就降了300万，而且还是今年2月份呢，这正火的时候啊，对吧？去年9月这是放的救市大招嘛，那2月份正好是春节小阳春呢，那不是各个媒体中介都是吹嘛，楼市火爆啊，怎么深圳的这个房子降了300万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南都湾财社报道的说啊，广州1、2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上升。2025年5月，广州楼市成交量同比都上升。科尔瑞的监测数据显示，得益于5·1黄金周前后集中推盘以及新规产品热销，5月广州商品住宅网签6317套，环比上升28%，同比上升22%，仅次于今年3月份，也是年内第2高成交量。同时，据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广州市5月2手住宅网签9228套，同比分别大幅上升17.7%和17%。你看这数字又是令人振奋啊！这广州楼市又稳住了。但事实上呢，我今天在网上吃了一个瓜，什么瓜呢？说这个广州的房东啊都在做同一件事，什么事啊？割肉降价，跪求租客。最近不是说那个正好那个叫什么端午节那个划龙舟比赛嘛？那广东不就是喜欢划龙舟嘛？然后据说啊，那个很多网上人呢就把广东的划龙舟比赛叫房东比赛，因为那个划龙舟的那些人都是身价千万上亿的，都有好多套房子在出租啊，有的是整栋楼在出租啊。但是这种网上的说法未必可靠啊，说这些人你去划龙舟，你还得验资啊，身价低了你还上不了船，不让你划。他们的比赛，也就是说广东房东多啊，都在租房。那现在网上又来了一个瓜啊，说广东的房东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割肉降价，跪求租客。说你都难以想象他们降起月租来有多狠，少则几千，多则5万。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啊，如何让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心甘情愿的放下身段？很简单，只要被现实毒打一顿，立刻就乖了。他说我这个现在在网上吃瓜啊，就发现不少诸城房东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割肉降价，跪求租客。说珠江新城已经改名叫降租新城。广东的房东啊，终于扛不住了。他这里就说到了一个叫山东博岳府的，说近日就有土豪房东表示，自家434平高层单位，视野开阔，带全屋顶级家电、智能家居。你先别管它租金是多少，总之人家月租先降5万，很有诚意啊。434平，5房2厅3卫，还有保姆房以及洗衣房、卫生间，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如果你在网上租这样的房子啊，好像是大概是10万、11万、12万一个月，现在人家直接砍5万，那不就相当于腰斩吗？这是租金啊。另外一位叫中海景辉华庭的房东，也准备把望珠江公园的207平米的大平层放租，月租直降2000元。他为什么要降价往出租呢？原因很简单，说二手房卖不掉，他本来要卖的，没人问，那放在那不就可惜了吗？所以他便宜租。这两个并不是个别案例，毕竟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从科尔瑞的数据来看他说广州天河各板块个人租赁成交情况来看，近期泛珠江新城板块月租套均价从去年6163元每月降到5641元每月，同比下降8%。说这些地方唯一能够安慰房东的就是占着地段优势，珠江新城依然租的比别人贵一点，降价幅度比别人小一点。珠江新城房东找租客为什么这么难，对吧？曾几何时珠江房东也是不愁租甚至靠收租就能够滋润一般人。那为什么广州最有钱的房东现在要自降身价，苦寻租客？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租客收入下降，被逼逃离珠城。有一位租客在小红书上吐槽说今年钱太难赚，只能消费降级。本来住这种对吧，比如1万一个月的房子，现在得找个2000多的吧，毕竟一下就省不少钱了。房东问了一圈行情，才发现如今大家都在消费降级，很多企业高管随着收入下降，只好降低标准，从珠城换到了外面的小区去住。说广州是走了好多人吗？房租一直降都没人来问。我现在真的犯愁了，现在这套房子租
户还没到期就提前和我说到期后不打算续租了，现在空了快1个月了，来看房的客都很少，以前是很抢手的，在珠江新城的中区，门口就是学校和地铁站5号线，地理位置可以说很优越，附近上班的很多高管都住在我们这个小区，现在想摆烂了都。问了一圈行情，发现消费降级已经是很普遍了。我的租户以前也是企业高管公司买单付租金，现在标准都下降了，只好换到更靠外的小区去住了。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些什么月租10万的、12万的、15万的，那都是谁租呢？大部分啊都是外企的高管。他们不太容易买房，还有一种就是办公的，有的啊在里面搞工作室啊、办公什么的，大部分都是外企高管。随着这些外资啊撤出，外企高管那肯定也得走啊，这个市场谁能撑得住啊？真正有这个消费实力的，对吧？1个月12万的，那人家恐怕也琢磨琢磨自己买了。你看，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于高收入租客来说，买房比租房更有性价比。目前，珠江新城、天河东等板块二手房相比以前出现了不小幅度的降价啊，即便是买新盘也很划算。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说目前天河新房套均总价在900万上下，按照1.5成首付、3%的善贷利率，等额还款30年，月供大概3万多，跟不少高收入租客给的月租差不多，甚至还更便宜。这个说明咱们有很多老想炒房子的人啊，什么买了房子之后，然后这个靠租金收入，比那个存银行更靠谱，利息更多。你要这么想的，那你就错了。这种现象只会暂时的，不会时间很长。也就是租售比啊跑赢银行利息。在中国啊，它持有环节没有什么成本，所以当你的租金过高的时候，人家租客就2个选择，要么就换地方去更便宜的地方，要么租客就咬咬牙就自己买了。说第4个原因啊，说企业逃离诸城，员工花同样的租金在其他 CBD 能租到更好的房子，这个太正常了啊！说了嘛，员工收入也在下降，企业呢现在盈利状况非常不堪呐，都在苦挣扎，所以他们也要往偏的地方搬。什么地方价格便宜到什么地方，员工呢也往这个租金便宜的地方搬，消费降级嘛。关于租金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说过啊，我是亲身经历的，对吧？北京的这个房租那直接就掉1/3啊！你突然发现没人租啊，你不知道人去哪儿了。当然了，你一降价还有人问，对吧？你把价格降得非常亲民。所以说啊，经济低迷啊，不光说房价会往下走，房租当然也会往下走啊。不可能说经济低迷，房价往下走，房租还往上走，或者房租还能保持不动，这都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再看看香港的楼市啊，这个也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啊，说香港5月楼宇买卖合同量环比减少11%。6月3日，香港土地注册处公布，5月份送交土地注册处注册的所有种类楼宇买卖合约共6442份，较4月份下跌11%，与去年5月比较也是同比下跌12.5%。楼宇买卖合约总值498亿港元，较4月份下跌0.5%，与去年5月比较下跌20%。上述买卖合约中，住宅楼宇买卖合约占5105份，较4月份下跌10.3%，与去年5月比较下跌8%。5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382亿元，较4月下跌9.4%，较去年4月下跌28%。你看香港的楼市啊，大家就知道了吧？那个可是向全世界开放啊，对吧？全世界人都可以去买一套，现在是那样子，同比环比都在下跌。那你说咱们的楼市要稳住，咱们靠自己人呐，你说要稳住多难？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